几位先生咧，伊是来甲咱分享，那么互咱其他先生大哥咧会使讲回想，会使讲是真济啦。其实也是讲借着即个道理，以后讲书，伊会当甲咱启发伊自外咧，那么咱大家智慧，嘛会当互相咧来提，互相来勉励鼓励，这个互相之中，会当去互咱大家对于咱的这个道理呢，更加有较好的信心。有对一个先生，有啲啦。这嘛是成就了大勇，的这个勇中之勇啊。伊安怎讲呢？鼓励孩子姊妹呢，对于这个修炼学道，会当勇猛前进。其实讲起来，嘛是爱咱大家会当互相的来做一种的勉励，有无？依然年轻人可以哦，咱这个市长。我这么讲，听那个。各位点的师，各位点的左力，各位姐妹仔，大家午安。午安。对方各拍摄自告奋勇利用这次上台来报告小小的心得今日听到多多左力这段课啦伊有讲到回之为力，一服中用。一些即团团福音而不实际，这就感受足深，就是讲干会的人，为什么是讲干会的人，无讲别人呢？因为干会就是会当选择，会当受，会当选择啥物？就是用智慧，来选择，用着智慧，来使家己会当安怎来修道、办道、行道，这就是伊的智慧。伊会当受，伊会当安怎得到即个讲无常的道了，伊会当安尼讲抱在心肝骨啦，安尼毋敢去甲放弃，因为讲放弃就失去即种非常非常珍贵非常讲难得的即种的所以讲伊安怎伊知影咧道好，所以讲伊毋敢去甲失去，所以讲这就是这段艺术啦那么干会为什么孔武术甲称赞呢？第一段就是讲文理心。那么主讲呢，伊讲我只不过是文理第二敢若听到这，敢若知影另外迄个我就文理第四。那么第四呢，就是讲一个大智者破学者也就是讲得到道的人。靠我体会，什么是文理知识？识就是就是对，历史甲咱指点迄个所在啦这就是讲文理知识，会当记录着了。人讲会当宽宽福音也不实际过来会当实践仁德仁德啦那么三观，孔武术甲学了三观不为三观就是讲意思就讲做得。三观较久，拢袂去违背着这个。那么其他人呢？是我干一工还是一个月尔？这就差袂足大呢。所以讲一个是足长，一个是只不过是短暂的袂去讲为去实践仁德啦那过来就安贫乐道，安贫乐道啦就是讲在当时的生活非常的困苦。伊讲在路行，伊不堪其忧，为也不甘其乐。记录啦一旦属于漂移。那么各位甲想，咱如果在生活遐困苦，遐尼艰苦，人讲三顿落，人讲袂饱，阁有时间去修道呢？咱敢会感觉讲即种的精神非常无简单所以讲即种圣人的迄种的精神，讲会
淡薄名利吼，人讲对这名利吼，伊会当非常的去淡薄，非常的自在，安贫乐道，所以讲这嘛是值得咱学习的啊吼。那么过来就是讲各有一段就是讲不迁怒不离格。那么讲到这不迁怒不离格，这就非常人讲非常的无简单，还佫较无简单。那么咱人敢会有人讲七情六欲有无？咱敢会讲人讲进来，人讲进来咱是不是有法度讲人讲考试单啊，甲你落来，你有法度讲考，你是100分还是0分？这马上就考，人讲考验就出来咯，人讲进来咱有法度讲人讲笑一笑，有有读册就看咱的经验，哎呦，拄着进来，人讲笑一笑，哈哈哈哈，安尼算讲就是很轻描淡写的，都甲过去。有的人拄着来，哎呦，对我可能对我伤害，还是讲对我可能就安尼人讲进来就安怎，人讲就完蛋了，有无？咱讲完呢，咱是毋是？所以讲这工作这种精神比咱学习，咱就爱讲安怎不迁怒讲考试，大家拢爱考100分，不离格。咱若讲无心之过咱当然咱是卖关。若讲有拄着咱就是讲，咱会当讲下次卖关。这就是讲就我今仔所最后呢就是讲讲不主动顺和营养，有和营养，有伊才会有事。就是讲顺是啥物人，我也是啥物人。我若讲会当向伊学习，那么最后我嘛是较胜利共款啊。所以讲咱大家拢是安怎，拢有可能，拢绝对是的。只要咱有心无，安尼以上报告完毕。那当然的顺和灵、有和灵，然后当然的咱若有心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咱学习相信，咱若有伊的志向，咱嘛是共款再来呢，有咱对一个前线继续的甲咱分享，有无？